总统赖清德今仔甲第三届来台湾的友邦总理德鲁见面，望讲会当来提升两国的邦谊，嘛真感谢因伫国际社会为咱台湾发声。最近大家结束的 G7 外长会议，会后的联合声明嘛强调讲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对中国的军事扩张表示关心哦。今仔美方嘛搁再宣布讲，通过3亿3000万美金对台军售，这嘛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件通过的对台军售案。 会见过一班访台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总理德鲁，总统赖清德希望这两国彼此交流，邦谊继续提升，也感谢因一直为台湾发声。借这个机会，我要感谢德鲁总理，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并且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安全的重要性。 最近结束 G7 外长会议，会后联合声明中也第4摆表示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，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，观察中国一直在军事扩张。7大工业国集团鼓励以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两岸事务，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合适的国际组织。 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。副总统萧美琴应邀出席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度峰会，佮通过台湾海峡宪章会期宣言，特别强调应该明确界定宪章，确保台海和平。啊，不过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表态，那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，中方一直在抗议。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，将构成 侵略行为，中方必将迎头痛击。根据中国外交部消息，中国已经召集日本驻中大使提出严正交涉。不过，日方也就政府立场说明甲反驳，佮要求中方妥善应对驻台办总领事事件对高市早表的不当言论。另外，美国国已通过3.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，包含 F-16战机、C-130空运输机、甲 IDF 战机的零件维修等相关服务，是川普回归白宫了后第1摆批准的对台军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